台中3岁囡仔伫液池啊渡水死亡的案件，即马后来发现讲，甲急救的人毋是消防人员，而且嘛无救护员的证照。其实根据了解呢，这个男性伊的证照是还未经过审查，伊家己是透过 App 知影讲遐有人需要急救，才会去到迄个所在。原来消防局是表示讲，其实现场并无办法来判断这个查甫人到底敢有易消的成分。 一个3岁囡仔伫厝内一直啊生水，食水无喘气心跳。一个金头毛的查甫人进来协助做 CPR 急救。不过伊本身毋是消防的救护员，嘛毋是义消，只是一个透过听见 AED 的手机软体赶来支援的热心民众。加上质疑讲救援过程有疏失，软体平台发布声明，讲这个民众无经过身份审查，已经撤销伊的会员身份。消防局嘛，搁再出面说明，讲虽然紧急救护法内底有规定，无救护技术员的身份，就袂使用救护技术员的名称。不过目前 EMT 的人员穿的甲嘛，毋是正式的制服，实在是真恶认定讲，敢有违反法规。 我们是查证过，他不是我们义消。至于他有没有假冒这部分，因为我们没有亲口听到他说他是义消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说，我们也不会去说查他说是不是假义消这部分。一般民众都可以加入，然后审核部分是由他们听见 AED 他们那部分去审核。 消防局的声明阁指出，因为当时咧急救已经有打 AED 的设备，民众 CPR 饲伫咧白鸭骨较下骹的所在，有下 CPR 的动作原则。不过，若根据家属提供的影片，急救当下并无看到有打 AED 的设备，双方的说法无同。消防局是强调，当下 CPR 饲的所在，就是伫合理的所在，才会无甲要求要换人做。边仔嘛有专业的人员咧指导。 本局消防人员到场后，该名热心民众已在现场。我们认为，正因为有这名民众的一个胸部按压的协助，因此呢，我们的消防人员才能在同时间来进行身体的擦拭。 目前家属也无进一步的回应，消防局表示，针对这民众的身份，嘛会搁再详细来确认，嘛真支持民众愿意来协助救人。不过，若针对这事件，嘛真恶认定讲是急救不当，才会造成不幸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